一個關於唔舊歷史嘅節目，講舊史。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。今年咧行運一條龍，又嚟到農曆新年啦。今日咧就會輕鬆少少，同大家講下啲舊史嘢，就係呢個錦田嘅酬恩見照。我相信咧過去幾個月啦，搭西鐵嘅朋友咧，日日都見到呢個世界級嘅怪獸啦。相信唔少人咧都係因為佢得到健力士世界紀錄嘅認證啦，而慕名去睇嘅。官方對佢嘅正式名稱咧係全球最大臨時足構製棚。呢個棚啊，動用超過3萬支竹啦，佔地啊係4萬平方尺，高度咧有5層樓咁高，即係足足咧30米嘅。有17個師傅啦，用咗2個月時間，一手一腳咁搭出嚟嘅。相信咧對大家嚟講啦，最震撼嘅咧並唔係啲冷冰冰嘅數字嚟嘅，而係呢個世界級嘅竹棚咧，竟然係完全冇圖則啦，嗰張圖紙咧係靠師傅個腦記住嘅啫。今日咧我哋就嚟了解一下啦。咁啊無啦啦點解嗰個咁勁咁巨型嘅棚咧？呢個酬恩見照咧就要講翻呢個恩啦，係報呢個300年前嘅救命之恩。當時啊，清朝初期咧實施呢個遷界令嘅，因為清政府啊擔心鄉民咧會同喺台灣嘅明朝餘黨啦有接觸，強令啊沿海嘅居民啊要搬遷到內陸50里嘅，咁啊導致到好多人流離失所啦，甚至死於途中嘅。沿海土地啦就冇晒人啦，冇晒耕作啦，冇晒經濟，變成一片荒蕪。咁啊及後啊有2位官員周有德啦同埋黃來任咧提議俾翻村民翻去開發耕種啦，鄉民咧先可以安居樂業。為咗更加完整同大家講今次呢件事咧，我哋採訪咗導賞員李先生啦，同埋今次戲棚嘅幕後指揮黎師傅嘅。咁啊，即係佢呢度嘅即係祖先咧，即係姓鄧嘅祖先咧，就即係即係多謝呢2個官員嘅即係恩情啦、恩德咧，所以變咗咧就即係承諾咗咧10年，即係就即係做一個酬恩見照。所以點解咧？佢呢個打照咧，佢叫做酬恩見照咧，就係咁解嘅。都2026年啦，我哋好多工程啦都轉用咗金屬棚啦。點解呢個戲棚會堅持用翻竹棚咧？除咗有傳統嘅因素之外咧，其實喺科學角度咧，亦都只能夠用竹去做呢個棚嘅。我撐係越有韌性㗎，佢硬得嚟有韌力啊，兩種嘢嚟㗎。因為點解我堅持唔用有鐵呢樣嘢咧？我係唔會轉型㗎。師傅話：之所以唔用鐵咧，就因為鐵太硬啦。太硬有啲咩問題咧？就因為你個戲棚啊咁大型咁重咧，一冧落嚟咧，鐵咧係會斷嘅。但係杉咧同埋竹咧反而唔會，因為咧佢可以咬啦，可以彎啦，就好似打風嗰陣咁樣啦，佢可以卸嗰啲力，咁令到佢咧冇咁易冧嘅。而戲棚嘅通光打底咧，正就係用熬彎咗嘅杉木嚟做啦。咁同埋竹同埋杉咧，仲有一個靈活嘅位，長咗可以鋸，短咗可以駁。呢啲咧亦都係金屬架提供唔到嘅彈性。但係你竹棚咧，無論係即係好似你即係去紮佢，即係紮嗰啲竹咧，咁啊紮上去咧，你就好似呢度長咗喎，你咪可以鋸咯。咁你竹嗰啲金屬棚唔係啊嘛，咁你臨時去走去話呢度突咗出嚟喎，要鋸，咁你係咪會即係冇咁嘅彈性？係啦，同埋嗰啲難啲去控制嗰個 size。除此之外啦，可能好多人會擔心，喂，拜祭嗰陣咁多火源，點解仲會用竹呢？咁啊，其實金屬咧傳熱咁快啦，受熱嗰陣咧係會變形融化嘅。咁但係反而咧竹受熱嗰陣咧形成嘅碳化層咧傳熱低啦，反而可以暫時保持到個棚架結構。而最犀利嘅地方咧，呢笪地啊係由村民捐出嚟嘅，永遠都唔會起樓起城啦。平時咧可能當係露天停車場咁用嘅啫。只要10年一度啊，就會留翻呢笪地啦做打醮嘅地方。咁但係咧就唔使好似其他地方咁，好似今年沙田咁樣啦，就要 book 個球場嚟做，仲要啊喺個戲棚下面做一堆木板墊底啦，避免整爛嗰個球場嘅。咁呢個就係佢嘅即係最獨特嘅地方。咁就永遠都喺度，咁永遠都唔使即係為咗揾地方去打醮咧，就傷腦筋。而呢個竹棚啊，除咗係健力士世界紀錄之外啦，亦都係呢300年以嚟咧，師傅啊代代口耳相傳，喺冇圖紙冇圖則嘅情況下傳承落嚟嘅。咁嗰張圖紙咧，其實就畫咗喺個師傅腦海入邊嘅。咁呢一種做法同有圖紙嘅又有啲咩分別咧？
我覺得最問題係，既然冇圖嘅話，係點樣可以同其他嘅師傅溝通，點樣可以答到出嚟咧？因為嗰啲我啲團隊嗰啲戰友咧，佢哋係有啲係識噶嘛，我一講佢哋就知道係點做咯，同埋我係劃定晒啲尺寸啊，佢跟住去做就得㗎。咁你認為啊，搭呢個棚最大嘅挑戰係咩呢？係冇圖啊，定係30米有5層樓嘅高度呢？其實全部都唔係嘅，就係佢明明佔地咁廣、咁高、咁巨型啦，但其實內籠中間呢，有足足60尺呢係冇柱底結構嘅。咁師傅就話啦，呢個叫做橫跨度。咁黎師傅咧就冇用咁咩電腦計數啊或者平水儀嘅，咁啊用幾啲生柱去撐住啦，紮好鋪好上面幾萬支竹咧，幾百塊鐵皮，就用佢嘅經驗雷射眼去度啲主力柱挑唱同埋風唱嘅斜度，轉移晒balance晒成個結構嘅力，就可以拆咗啲生柱，好似變魔術咁啦，撐起啲60尺闊嘅凌空空間。其實依家全香港啊，得翻唔夠10位師傅啊，識得 plan 呢啲結構啦。要揾徒弟咧，黎師傅都話好難啦，因為要有心機學啦，記性又要好啦，仲要有啲天分添。佢話見過啲人啊，學10年咧都係學唔掂嘅。咁啊，同埋最難咧就係好難有年輕人啦會入呢啲有體力勞動嘅工作，好天曬落雨淋。咁咧，但係佢最近咧都收咗幾位年輕人入氣棚呢一行。嚟嗰啲都40幾㗎啦。僆仔都40歲㗎啦，我哋嗰啲邊係啊，佢又唔係僆仔，佢都係師傅嚟嘅喺出邊，佢係做師傅嘅。不過嚟到呢度咧就變咗一個識嘅人咯，識咯，淨係識暫別咯。佢點樣答咧，佢哋真係幾好一頭霧水啊！就算啊，一般嘅搭棚師傅啦，要轉過去搭氣棚咧，都唔係咁容易嘅，因為要分清咗幾時用竹啦，幾時用杉咧，都唔係咁簡單。個比例咧，亦都要重新學過點樣分配嘅，否則個棚咧都係搭唔成。最緊要係學識一樣嘢，就係人哋俾個尺寸你識去分翻個比例出嚟。你分唔到個比例咧，個棚嘅力度咧係始終係爭啲咯。佢最緊要學到呢樣嘢咯，因為我教人都係教呢樣嘢先嘅，因為佢學識咗，即係譬如教我就話你連用咩杉用咩尺寸都唔識，咁你個棚就搭唔出嚟。而去到2026年啊，之所以仲用竹棚而唔用金屬棚去做呢個氣棚咧，除咗頭先講咁多科學原因之外啦，就係佢哋啊始終都有一個傳承嘅心，係希望啊延續翻呢個300年以來嘅傳統啦，亦都延續翻搭棚師傅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手藝技術，保留翻香港獨有嘅氣棚文化。我係唔會轉型㗎，我只會用杉同埋竹去做呢樣嘢咯，咁先係叫做非遺咯。係嘛？世界紀錄就當然可以繼續打破啦，但係呢種唔用圖紙，淨係靠師傅嗰度記住嘅世界級竹棚文化咧，我就覺得要傳承落去啦。又或者咁講，希望下一個10年呢一個竹棚咧可以再破新嘅紀錄。好啦，今集大丈夫講舊事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喺度再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龍鳳呈祥啊！咁我哋有咩咧？就農曆新年後喺門市嗰度再見大家，記得 CLS 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G， 我哋下集再見，ciao。大丈夫。